老母行30公里，前到1公，再1公，3公，坤到1公，再1公，3公，开班。新义义和114年爱祥单位启会，11月启会班，班开始，前到1公，再1公，3公，坤到1公，再1公，3公，恭请付前人慈悲。恭请付前人慈悲，前到1公，坤到1公，付前人好。付前人好。请坐下。各位，张先生，黄先生，那这是咱各位的人，咱各位所长，咱同学在这，大家早安。付前人早安。希望上天慈悲，咱做事无错。当然，让这里。我来仪式，上台咱举手来先，咱这里来点，咱出现哩这个来领导，咱各位这本书，咱观众照顾，咱各位做正帮助，语言，今日咱成立这个班，会当有这个语言这个机会。让互相大家参考胜利，互相来研究这个成道。那当然，咱知影，今日就是咱所谓的客户班。客户班，咱嘛知影讲，什么叫做客户班？因为客户班自过去，应该是几十年前来，咱就每一个月。拢有1厝的这个客户班，咱一年有4厝的这个亲情教育。不过就是要互咱各位大家当对咱真理的思想，为修办道的这个意见，更加做一个提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换一个解说，咱毋是来咧拜老爷。咱毋是来咧参处理，是因为咱对咱的心性中要做一个真正了解，改变咱家己内心世界命运的提升，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工作。但是咱拢知影，修办道是一件挑战的工作，嘛是一个真正。若要甲讲起来，若真正真守实法，甲讲起来嘛真正无罪恶，因为这是历代圣人行过的物件，嘛是过去前辈者一路来甲咱教育的物件。互咱知影讲，今日修办道，毋是咱出来听道，修办道就是讲你有实实在在行出来，嘛实实在在做。这是咱真正咱咧修办道的意义。咱同学曾经听着咱前年捌讲一句话，伊讲我这世人要做死，我毋打算等死。伊虽然讲这句话敢若无介好听的一句话，毋过呢，因为这句话互咱感觉介实在的物件。今年今年87岁。13、14号、14号、13、14号，咱马来吉隆坡有一班2天的法会，咱前日87岁高龄，坐伫3000几公尺的空中，飞过3、4点钟的飞机，
要去到马来西亚，为着一个2天的复活，要去遐开办。这个的确啊，因为要7岁高龄，咱甲想想，那咱一般顶的人，伊敢有可能佫行出来吗？伊敢有可能佫行出来吗？伊无可能行出来，因为伊要带出含义龙孙，伊头有这心思啊，佫行出来。当然，第一就是体力的问题，第二就是思维的问题，第三就是因为伊家己迄个意愿的问题，即有些几个问题。但是咱要知影，今日咱前日伊一路来行来看，伊的思维无退化，伊的志向无减退，伊的方向无歪错，这互咱真正会非常的感动。不过呢，人讲一句话讲，前人走在前面，那我们有没有跟在后面？这非常的重要。简单讲，因为前辈者，若要甲讲起来，伊已经经过数十年修办的岁月，若要甲讲起来，应该德高望重的一个前辈，应该离这个单，应该伊无必要去行这辛苦。毋过呢，因为前日甲伊讲一句话，我毋带出咱死，我要带出，我要来做我死。这句话虽然讲听起到底咧粗鲁，但是我请问恁讲句哦，什么人毋免死？什么人毋免来离开世间？大家都爱离开世间，无什么人爱甲毋爱。我有一届去香港，讲到死的当中，伊在咧讲香港人讲，你莫讲死，香港人啊听着死，我要惊死。我唔是要惊死，惊听着死就惊死就对啦。我若咱惊死，咱免死。敢是安尼？啊，恁会惊袂？恁会惊死袂啦？会啦吼！因为咱讲听着惊死，但是要死啊，才会惊死，敢是安尼？啊，所以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咧甲恁讲，修办到咱真正心灵一贯的基础，咱真正爱有作用。若真正行袂出去，咱讲今日修办到，有当时啊，咱就要讲啦吼，到底咱一年当对道中的他人牺牲的偌济？咱曾经离咱台湾有咱台湾的工课，离国外工课，咱参与偌济伫这内底，咱来想看下，咱嘛当得金、礼金、天命金，敢是安尼？得好无？好。毋过可能行出来无？咱行无出来，是安尼行无出来，因为我着。若听着要行出，我着无啥爱，我着去倒算。咱讲在家己就好，啊出外呢，我着调来。啊在家呢，好袂好，啊若出外呢，好朋友，敢是？啊若好朋友，可能就爱甲拼，无免啊。所以咱大学讲修学科，你若真正因为到一个年纪，修学科是一个挑战的物件。安尼讲，足侪所在，足侪方面要去开心中间。咱互人有感受，咱过去咱前日就来去甲恁教育。我感觉我今年71岁，我旧年70岁，已经70。哪个讲来日是不长哦，来日嘛无同啦。毋过前日讲我可能等死，不如我煞变命死。安尼对，无一定你命会死啦。但是咱互人做精抓。咱互我带着郑经理，甲带蔡经理，带2个经理。因为安怎讲？因为郑经理伊是山东，伊蔡经理伊是晋江。那蔡经理伫晋江嘛开辟一个道场，遐应该是有30、40个，拢是40外、50外的这个分道，因逐个头家。因来讲，晋江伫迄个所在，因为每一个厝就是水工场，包糖啊。做糖啊，做糕，伊拢做这物件，啊，拢离出，家己做包搭送去，做包搭送，咱能讲起，因逐个就是拢去做头家。毋过呢，有30、40个哦，来伫啊，咧共同受益哦。咱互学伫正专业当中，我捌讲过，救一个人，啊嘛帮我一个家庭，
当然，这个故事讲起来，我过去捌讲，但是因为阿姨中国大陆进步当中，因为伊的政策，咱嘛知影讲较灰色地带。咱经理伫青岛，伊也推动读经，伊嘛开办了差不多有200-300个点。300个点是我一个人去开发，毋是安尼。是讲，因为伊遐开办一个说明会，说明会有地方即个妇女、老师，还是个时阵即个社会属性来参加伊即个即个妇女即个培训。对当中呢，当开辟一个幼稚园嘛有，国小嘛有，国中嘛有，社区嘛有，甚至大学内底嘛有。毋过咱知影，伫山东迄个所在要开辟读经，迄是当时孔圣人出世的迄个李阿凤了即个儒家的思想里面。当然，伫迄个所在，若要甲讲起，每一个成绩嘛真好。毋过咧开发事实，毋过咧中山岛对咱一贯道，包括对咱一贯道对宗教，伊就是拢总归友善。所以咱来讲起来，伊的信仰多一项名，别项咱袂当信仰，多一项信仰，这样信仰应该把它做一项。信仰中山岛，安尼三名。如果能够下当读迄个以前毛泽东。即个毛泽东的迄本册叫做《毛语录》，像咱啲宗教的册客又袂使，比如讲你若摕孝经也袂使，你若摕咱儒经什么经义都袂使。你的电脑就有调节讲，今日你有即个有宗教思想，甲你掠去请伊食阿面啊，毋知要叫你要到你倒啊，我都毋知影。这个有在伊的迄个。然后自由新政嘛，伊咧甲你关一个月，甲你关3个月，甲你关7年，甲你关7年，拢由在伊的自由新政。那安尼当中呢，因为规方不给乱不比，而这种情况之下，当然跟经理蔡经理，咱同我讲，恁嘛搁再等，恁若搁等12个月、80岁啊，恁已经无时间仔寄你出去啊。所以因为跟经理甲迄个蔡经理。伊嘛听免办事，因即回咱好操作，但是出去了后，上天已经较袂拢甲你安排好势去啊。所以呢，伫迄个冰岛，迄个冰城的冰城有一个叫做冰岛，冰岛，冰哦，毋是冰的冰哦，冰岛嘛，来宾的宾加一个无法名号，而冰岛内底迄个所在有80万人口，因为华人有占到70%。所以呢，印度人有占差不多29%，而马来人出了是马来人，所以你出去了后，伫这个岛内底当中，语言你出去，大家就会通。咱我就会来到机场本来有一张迄个优惠卡，会当去面色。咱我写种写英文的拢写迄个马来文，我看有道理，惊。边仔有一个迄个柜台小姐，我一看起来伊就把我叫，你看贵宾室吗？贵宾室在那个3K 3K 的楼上，伊就来3K 楼上，伊嘛是我花钱，伊嘛是伫咧那边物件，嘛是花钱，亏我用迄个想这5少的，所以去到机场，除了因的海关，因政府所有的人员袂通，因安尼讲。马来人真照顾马来人，伊袂用着你中国人去做因政府的代志，绝对无可能。拢因印度拢包，拢马来人拢包包平安遐。所以伫迄个时阵，所有伫槟城所做的生意，拢做华人咧做生意。你家认为拢做华人，拢袂通。所以真差经理伫迄个所在开单，已经1.9个月啦吼。尤其伫迄个房东的夫妇啊。要是一个成年托付，咱我要做的当中，起码我坐到5点钟，迄个5点外去，含我坐到10点外打走。你听我讲5点外，什么道理？伊无拍地哦，成绩唔好，当然迄个经济是足好，所以我甲蔡经理讲，这是咱的真正伫冰岛的这个基础。
所以行出来就是有机会，你无行出来就是无机会。后一桩就是要来面对，要来面南。面南是印尼的一个对面，而甲冰岛的对面。咱若讲离冰岛飞机飞过超40分钟到，要住伫对面尔。咱互我真大提到面南，印尼的面南，我毋知影讲迄个面南的地区，咱一贯道内底当中做了40年了就去啊。迄个道条拢家己土地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拢家己起，足大间的县场。无论是崇德啦、新义啦、南新啦，或者是这个安东啦、什么这个基础啦，有面人要大个，一定有一个足够的地方。反正离迄个当中边城，离迄个越南，迄个人口有200万，反正占到20%，20%的话，当然离印尼这个太排华了吼。不过呢，迄是1998年。1998年有一届的迄个排华，甲今年已经2025吧，应该差不多20几年了，27、8年了嘛吼。所以迄个内底当中，当然能力开发嘛真好。所以呢，因为咱互就会有真年报告，一个尼泊尔也在等啦，因为尼泊尔是一个佛教国家，因为尼泊尔是有当地遐办了宫殿的物件，所以一个做信仰一直要叫咱好去。咱好命因为爱时间上无法度，所以即阵啊，咱较少发现无通出现，因为真正无行出袂使。我太需要咱，太需要咱。咱今日若无行出，咱就在等候，真正在等候，咱而且咧等袂较好过啊，咱而且咧等候袂较好过。就爱行出去才好过，敢是安尼？敢有讲搁再等下较好过？搁再等愈等愈无见效，安尼老太毋知见效，老来就一定有见效有无？老前人、老前辈，当时佛陀伊称呼迄个历史叫做中老是菩提，中老写历史，中老不见面，加一个中老来记得了无？记得无写效。毋过呢？这个中老毋是下大村就当变中老，我就照80岁、90岁、18岁变中老，毋是安尼讲。当时你佛陀内底毋是安尼讲，伊是看你受戒，伊是看你做出来的工课，咧甲你论定你是一个中老，抑毋是中老工课。但是我相信讲，今日咱伫道中每一个人对自己咧家己有一个价值，当然这是咧家己爱去争取，毋是别人靠咱的物件。咱家己要行出去，啥物人拢无法度啊？敢是安尼？敢有法度甲你掠出去？无可能甲你掠出去。因此当中呢，咱未来如何前提有一定的处理讲，要行出去，伫台湾这个土地是一个保护。咱若要行出去，咱如何道条就是伫安尼尔，袂当靠变。所以因此当中呢，因为嘛希望咱各位同修在地，有能力的。有能力的、有时间呢，会使的，当然会当含咱合作伙行，会当含咱点文书做伙出，会当含咱各位前辈做伙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呢，家己培养家己有一个未来，它的价值观出来，这是因为咱有通嘛，今日借着这个因缘，甲咱各位做一个勉励，今日会使。也能给咱炮击单位有一个设局，咱个龚讲师伊过去，伊嘛咱来讲过老摆，伊个今日的主题啦顶悬一两千发新年啦当然这个题材是讲你心情的物件，你心情的物件，当然这毋是讲笑笑，毋是讲因果，讲你心情的物件。咱若真正无有心情的心去甲听，所以希望我咱今日伫即段当中点挂这个时间，这嘛是一个真好的经验啦而这个所在，我嘛祝福咱各位今日大家这个法会上当中，大家欢喜相望，一切平安顺遂，最后祝福咱各位大家身心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恭喜！
感谢父权慈悲，前道主公，坤道主公，再次掌声感谢。